国家卫生研究院调查，这骨头含烧是台湾65岁以上老人常常有的病。这骨盆若准治去，一冬内这死亡率是有2成，比癌症还阁较悬。也毋过呢，这研究也显示讲，若准有助抵抗含烧的社，这骨头治去的风险就会当减15%左右。也那这项研究嘛已经伫国际期刊来发表。 台湾今年进入超高龄的社会，平均5个人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的侪岁人。医师表示，有真侪侪岁人拢无要意到骨头含烧对健康的威胁。其实骨头含烧就甲高血压、甲糖尿病同款，是一种慢性疾病。若是长期无治疗，就有可能会因为骨头拍拍无细致就断去，甚至增加死亡的风险。 最新的研究里面，这样子的死亡风险依然有高达18% 到20% 左右，所以其实髋部骨折之后，还是有1/5的人会在1年内死亡。骨头断去的风险其实是会当预防的。国家卫生研究院分析国内健保资料库发现讲，2008年到2018年10年的期间，断骨闭气甲断气的患者差不多有33万多人。 这些患者内底，有注长效型抗骨头含烧的药的比例，为原本的2%增加到62%。有照医生的指示注射甲食药的患者，嘛为33%增加到69%。有研究证实，患者佫一改骨头断去的风险降低15%。 有用骨松药的族群呢，它的一个健保的医疗花费可以节省将近2万元之多。郭文医指出，骨头含烧平常时也是无啥物症状。 人体骨质会因为年岁增加豆豆流失，亲像侪岁人甲听经的妇人人等等，都是高危险的族群。建议侪岁人会当去病院做骨头密度检查，甲医师讨论治疗的方式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